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气候变迁，阁是风台，阁是暴雨。若是伫短时间内摒超大雨，超出着排水系统的负担，就免不了会来做大水。以前风灾拢是派人到现场勘查汇报，即摆透过物联网的技术，会当自动即时来监测，更加有效来应变。像台中市就来启动着智慧防浸网的计划。 离开淹水的所在，拢有设即时监测的设备，大大来提升着防灾甲救灾的效率。善用新科技，让人类的生命安全更加有保障。滚滚泥水不断流过，变成一条土黄色小河，但是这里却是住宅前的大马路。水位抵达警戒值，请勿进入移动流。 用一个 AI 人工系统来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民众说哪几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淹水的状态，你可能要先去避难。那如果达到这警戒的时候，就会呈现黄灯；那如果达到警戒的时候，就会呈现红灯的状态。 变大雨，大路变成溪，这款的景象差不多逐年拢伫台湾发生。5、6月份的梅雨季、落雨断雨要热天风灾期，拢是各地方政府防止涨水承载大挑战。值班报告哈，现在从那个新社区那边有新增一些案例啦哈，是新社区中心里80分塔案啦哈。这是台中市政府的水情中心正来做防灾应变的演练。每个5月份到11月份的风汛期，因都要真认真随时抬兵，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台风将于明日凌晨会来侵袭台湾，那请水情中心来说明一下我们目前大型抽水机的一个预报情形。应变会议中，若都爱即时监控灾情，包括整合资源调动。台中市2019年启动智慧防浸网的计划，将各单位回传大数据整合分析，和防救灾应变的战略全面升级。 以前的布设都是依据前一次的一个经验来做下一次的预设。那有了这一套智慧的一个系统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以前那种不必要的投资哦，将经费做一个有效的控管，我们可以节省人力，而且可以把这些救援的物资、防灾的物资做一个充分有效的一个运用。 受到市府派令，手上赶紧调派卡手车辆到抽水机的仓库，整理器材，准备执行任务。大型抽水机有3档重。你看作业人员的动作是真溜利快速，因为防救灾分秒必争，因都要加时间比赛。我们抽水机出警的时候啦，坦白讲是不分白天晚上，哪怕是晚上12点，我们也是要出门。对，我们只要接到电话要出去，我们就是要赶快立即出门。 打开抽水机，有效降低水位，防止大雨造成的难山灾情。即马防救灾第一线，科技嘛扮演重要角色。伫抽水机建立 GPS 监控系统，精准掌握移动路线甲历史的轨迹，那另外调度更加有助后续的风险部署。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说，你去到那边，结果老百姓就说啊，又没有雨，你们来干嘛？ 就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之后，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了。全部抽水机都有加装了 GPS 系统，调一下资料就可以查得出来说，哦，大概这个地方的什么时间点，时雨量会达到多少的时候，可能会有淹水的情况。派遣的时候，比较好那个掌握。伫台中台里溪边的5张犁抽水站，有19000外吨大水量的调节池。 当秋风比大排水位满过岸的时，就会使发挥滴水的功能。大排上面我们有画有红色的警戒线，警戒线水位达到我们的红色的那个警戒线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起抽水位。境界排水位若到1米时，抽水站就会开抽水机，随着水位继续升悬，最过量能会使到5台抽水机同时开，每1秒有10吨的排放量，而且驻站人员24小时都是轮班维护操纵。 透过智慧防汛网的方式，然后可以将我们抽水站的一个水位高度，还有我们的一个抽水机组的一个运转状态，
然后同步可以传输回到台东市的一个水情中心。相较以往的话，他们可以更容易掌握出我们现在现场的一个降雨情况，还有河川水位的一个变化。除了大规模河川的流域，台中市132条区域排水甲水位站拢有即时减轻。民众透过台中水情 App 就会使查询，达到避灾也是减灾的作用。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区，加上旁边就是区排，因此较常淹水。不过有了这个淹水感测器之后，水位资讯会第一时间传回水利局，让市府做后续的应变措施。台中市一步一步伫较高淹水的所在设水位器，是都市风信网的新经纬利用压力式感测器侦测淹水的关度，变成水利局设抽水机上有效的资料。如果说今天雨下得很大，由这些元件透过物联网，我把这些淹水的资料就回传回来，那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告诉，透过我们的那个广播系统，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平台系统，我可以告诉那边的里长、邻长，你们可以赶快来做一个撤离的一个情况。客观来看，柳川溪岸充满绿意，真清气。2016年，柳川经过改造风华再建，是台中市区真耀眼的水岸拿带之因。柳川河道整治之后，已经成为民众游憩的热门景点。不过，当大雨来淹水的时候，安不安全呢？其实市政府安装了监测系统，一旦到达了警戒水位，就会发出警告。水位礼堂警戒，请继续离开。水位礼堂警戒，请继续离开。就跟防空演习的警报提醒民众赶紧离开岸边。新设的柳川警示放送设备加入物联网概念，只要水头的水位穿过警戒达对以声光警告，内底较早由保全人员负责可控离开，警示效果更加准，更加节省人力。水位已达警戒值，请勿进入移动流。指出不入入口前的循环放送，防止民众误入淹水的所在。岸边悬的监视器传回现场画面，河水利局人员伫办公室对策婉转确认疏散的状况。新科技运用正式进入风信2.0时代。台东市的智慧防汛不只是地面上我们看到的河川水圳，就连雨水下水道也有相关配备。像是这个就是量测水位的，可以及时监测到排水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道路的一个正下方，是我们雨水下水道的一个箱涵的干线的系统，也是整个雨水所输送的一个主要的干线。那路面的雨水要怎么样送到这个系统，就是靠这一支的连接管。透过雷达波监测暗坑的水位，一般的水位是差不多36公分。不过，风信期排水量会增加真多，为了加强排水的顺，工作人员当年拢会去铺站，即马有智慧监测，更加降低风险成本。我们是利用就是低耗电、即时传送的特性，可以达到长期并且即时性的回传这些现场的数据到我们后端的操作平台，然后及时派人来其余，这样可以减少就是因为阻塞造成淹水的情况，可以提升现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之外呢，也可以减少我们人工调查的一个成本。每一个间隔是2公分的一个刻度，所以一旦开始土沙进来了，淤积的时候就可以对应着高层，我会设定它好高层，可以知道目前淤积的高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除了让水位系统会侦测积载量甲沼气，判断讲敢有人偷排家庭废水，更加会已经保障清理人员的安全。它会有逐点的这个逐笔的一个资料。每一个时间点5分钟1笔，5分钟1笔，包含刚所谓的水位的资料、淤积的资料、沼气的资料，都会及时回传到市政府的一个平台上来做管控的使用。现代的一个都会里面我们除了这个降低危险度之外，那我们也希望把脆弱度降低那就是所谓韧性城市的概念。那主要就是希望说提高对于这个防灾的一个这个耐受度。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配合原来工程防灾不足的地方，然后来提高整个一个防护的安全。气候的改变，极端落雨的强度甲频率一直增强，变怎好水利防灾甲预警系统更加主动，而且有智慧减少灾害影响甲损失。
运用创新防汛科技保护家园，变成安基城市的重要课题。